当你去公园的时间，要看到动墙的花，用压的，当然还有电影墙的软毛虫。这个时候你要确认一下它到底是不是黑唔黑，用的门弹好了。呀，黑唔黑软毛虫？呀，黑唔黑软毛虫？呀，黑唔黑软毛虫？这是不是毛毛虫？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来嘿，呀，黑唔黑软毛虫？嘿，你在干嘛？你在挖什么啊？哦，我在验奶挖土啊，因为我的朋友送我一些伐花的种子，所以我要验奶挖土回去种伐种花。哇，那这样子过几年我就可以看到你种美丽的伐喽。嗯。啊，哎哦，呀黑毛哥，这是什么？哎。呀，黑唔黑软毛虫？这是不是毛毛虫啊？呀，唔黑软毛虫，这个只是蚯蚓啊！吼，这样你都会看错。我看要去检查你的目珠眼睛了。毛毛虫电影脑讨人厌。毛毛虫一点都不电影脑哎，而且你不要看它现在丑丑的哦，它以后啊长大了就会变成蛹鸭的哟。虽然它会变成很漂亮的蛹鸭的蝴蝶，可是啊。我一点都不喜欢软毛虫、毛毛虫，因为它真的很电影脑讨人厌。我们还是去其他地方挖土好了。复习时间，花伐，这是不是毛毛虫？呀，黑唔黑软毛虫？呀，黑唔黑软毛虫？讨人厌。电影脑，蝴蝶，蛹鸭的，眼睛，木竹，唐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睇架聽下嚟講客家吧。